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常常讲经书三分书，经书看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班保安班第7条。这个班就有处理的意思，咱会当讲这件代志是伊咧办。另外，这个班嘛有采购，也就是买的意思。像咱讲客家庄，会当讲是办嫁庄；买货会当讲办货。另外，班嘛有准备的意思，像准备菜，咱讲办菜；咱常听人讲办桌。另外，还有经营加创建，咱讲办好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办批，这个词咱新闻常常讲会到，意思就是料想按算，也搁有料到。啊，若是无办批，意思就是料想未到。第二个词就是紧事看办，这个意思就是搁较赶紧的代志，嘛着爱看来。意思就是考卷大家做代志，唔通赶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就已经提醒阿明，紧事看办，安全第一，骑车唔通爬伤强。无办批，伊也是无咧听，结果速度一个紧，挡袂离，倒车累残，该在人无安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班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